好，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咁今日咧係2026年嘅2月2號啦。咁我哋今晚咧就會有傷健科嘅預查啦。咁我係楊氏牧師啦。咁今日咧我哋咧係會進入咧去睇呢個約書亞記嘅第三課嘅吓。咁第三課咧就係上主同在行奇事，世代傳承見證神。咁可能大家都知道咧，過往咧我哋已經咧睇咗兩課啦。咁第一課就講到神人摩西安息咗之後咧，神就呼籲呢個以色列人咧去進入迦南啦。咁就而咧，約書亞咧就係帶領住咧，以色列人咧去進入迦南應許地啦。神咧去揀選約書亞啦，去進入呢個迦南應許，帶領以色列人進入啲應許地嘅。係啦，咁跟住咧，我哋第二課咧就係講到咧呢個拉合啦，兩個探子啦，去到探即係耶利哥嘅虛實嘅時候咧，就被人發現啦。咁跟住就去藏匿咗喺拉合嘅屋企裏邊啦。咁結果拉合咧就去拯救佢哋，幫助佢哋啦。咁啊，使到佢脫離危險啦。咁亦都兩個探子亦都應許咗咧，會保護呢個拉合嘅一家嘅。好啦，咁我哋都去到一個咧。即係今日咧，今晚咧，我哋咧就會進入咧以色列人咧真係過約旦河啦。咁就係咧係啦，我哋會進入第三課咧，就講啲就係有關嘅經文咧，就係記載喺約書亞記3章7至到4章10節，同埋4章14至24節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因為其實咧，如果大家睇過經文咧，就知道其實咧第三、第四章其實就係講佢哋個約旦河嘅嚇。咁就我就覺得咧睇晒即係三四章，橫掂都睇到咁多啦，即係講真都係咪先？即係都其實都唔係相差好多經文啫。咁我覺得即係睇晒3章同埋4章咧，就會較為全面啲去了解當中嘅聖經嘅內容啦。咁不過咧，今晚咧我哋咧就讀淨係讀3章7至到4章10節啦，同埋4章14至24節啦。咁我都覺得大家要大查經咧，就可以同啲組員啦，早啲講啦，早啲同佢哋講，要佢哋睇定啲，即係睇定啲經文，意思唔係睇定啲，睇定啲經文啊，即係要即係以至到咧去掌握到經文，因為其實都涉獵幾多經文噶啊。好，咁無論如何都好啦，咁我哋咧都有個祈禱啦，我哋一齊祈禱啊！親愛嘅天父，多謝你，多謝你今天晚上咧，讓孩子啦能夠咧係去同弟兄姊妹咧去查考呢個嘅約書亞記3章同埋第4章裏邊關於以色列人佢哋進入迦南佢哋經過約旦河當中嘅經歷。主要我哋都祈求由你帶領我哋，幫助我哋明白你嘅說話，亦都幫助我哋咧點樣去同弟兄姊妹一同去查考聖經，當中咧發掘咧當中咧有好多嘅寶貴嘅信息，天父都求你在當中嘅保守，願聖靈真理嘅保惠師，你親自教導引導我哋各人更深嘅經歷你，同心禱告奉救主耶穌基督名字祈求，阿門。好，咁咧就我哋咧就讀一讀個經文啦吓，咁啊讀一讀經文，咁就係啦，咁我讀出啦。約書亞記第3章7節，耶和華對約書亞說：今天起，我要使你在以色列眾人眼中成為尊大，這樣他們就知道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
你要吩咐抬着約櫃的祭司說：你們到了約旦河水邊的時候，要站在約旦河中。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你們走近這裏來，聆聽耶和華你們神的話。約書亞說：看啊，全地之主的約櫃必在你們面前過約旦河，你們因此就知道永活的神是在你們中間。他必把迦南人、黑人、希未人、比利洗人、革撒勒人、亞摩利人和耶布斯人從你們面前驅逐出去。現在你們要從以色列眾支派中選12個人，每支派一人，抬全地之主耶和華約櫃的祭司的腳掌，一踏進約旦河水裏，約旦河的水必被截斷，那從上游流下來的水必立起成壘。人民離開帳棚出發，要過約旦河的時候，抬約櫃的祭司在人民的面前。抬約櫃的祭司來到約旦河，他們的腳碰到水邊的時候，原來約旦河水在收過的日子常是漲過兩岸的，水就停住了。那從上游流下來的水立起成壘，在很遠的地方，就是在撒拉但旁邊的亞當城那裏停住。那往下流入阿拉巴海，就是鹽海的水完全被截斷，於是人民就在耶利哥的對面過了河。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在約旦河中間的乾地上站立，等以色列眾人都在乾地上走過，直到全國的人都完全走過了約旦河為止。全國的人都完全過了約旦河以後，耶和華就吩咐約書亞說：你要從人民中選12個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們說：你們要從這裏，就是約旦河中間祭司的腳所站的地方，取12塊石頭，把他們帶過來，放在你們今夜要住宿的地方。於是約書亞把他從以色列人中挑選的12個人，每支派一人都召了來。約書亞對他們說：你們走到約旦河中間，在耶和華你們神的約櫃前面，按着以色列12支派的數目，每人拿起一塊石頭，供在自己的肩上。這可以在你們中間作記號。如果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你們說，這些石頭對你們有什麼意思，你們就可以告訴他們，這是因為約旦河水在耶和華的約櫃前被截斷了。約櫃過約旦河的水的時候，約旦河的水被截斷了，所以這些石頭給以色列人作紀念，直到永遠。以色列人就照着約書亞吩咐的行了，他們照着耶和華吩咐約書亞的，按着以色列12支派的數目，從約旦河中間取了12塊石頭，把他們帶過去，到他們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裏。約書亞又在約旦河中間，在抬約櫃的祭司的腳所站的地方，豎立12塊石頭。那些石頭到今日還在那裏。抬約櫃的祭司站在約旦河中間，直到耶和華吩咐約書亞告訴人民的一切事，就是照着摩西吩咐約書亞的一切事都辦完了。
人民就急忙過去了。那一天，耶和華使約書亞在以色列眾人眼中成為尊大，在他一生的日子，人民敬畏他，好像敬畏摩西一樣。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吩咐抬約櫃的祭司從約旦河上來。於是約書亞吩咐祭司說：你們從約旦河上來。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從約旦河中間上來的時候，祭司的腳掌一提起來，踏在乾地上，約旦河的水就流回原處，像以前一樣漲過兩岸。正月初十，人民從約旦河上來的以後，就在吉甲，在耶利哥東邊安營。約書亞把他們從約旦河取來的12塊石頭豎立在吉甲。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如果今日，如果日後你們子孫問你們父親說，這些石頭是什麼意思？那時你們就要告訴你們子孫說：以色列人曾走過乾地，走過這約旦河。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在你們指約旦河的水乾了，直到你們過了約旦河，好像耶和華你們的神從前對紅海所行的，在我們面前使紅海乾了，直到我們過了約旦河一樣，過了河一樣。好使地上萬民都認識耶和華的手是有能力的手，也要使你們永遠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好，咁咧就我哋睇完呢段聖經，呢一段嘅聖經嘅時候咧，好啦，我都考下大家啦，即係咧係啦，如果大家咧可以咧就俾啲時間啦，俾你哋嘅組員啦、團友啦，咁俾佢哋咧去睇完之後咧，就對呢段嘅聖經有啲嘅觀察啦。咁啊，究竟呢段聖經裏邊咧會講有啲咩人物啦？究竟發生咩事？喺咩時間發生啦？喺咩時候啦？發生嘅時候咩時候啦？究竟發生咩事啦？咁點解會發生呢啲事咧？咁同埋結果點樣咧？咁樣吓，咁呢個咧就係六何法吓呢個觀察裏邊嘅一啲嘅問題，幫助我哋去思考啦。咁誒。即係大家可以俾啲時間團友啦，咁一齊去，即係譬如你分咗組，咁大家咧就可以去討論啦。咁透過咧去睇經文裏面去發掘咯，係啦，咁就變到有啲互動性啦。咁你可以問下佢哋即係當中嘅答案啦。咁其實大家睇經文裏邊睇到啦，咁可能有咩人咧就會有約書亞啦。有會眾啦，耶和華嘅會眾啦，亦都咧有祭司啦吓，有祭司一啲等等啦吓，咁呢個咧就發生喺邊度咧吓？咁呢度咧就講咧喺佢哋喺過約旦河吓，咁你如果係咧誒呢個嘅一啲嘅，你哋大家可以咧就去揾一啲嘅聖經嘅地圖啦，其實網上都有嘅。咁我喺網上就揾到過啦，咁就係啦。咁佢哋咧就以色列人咧，佢哋咧就係由呢個十亭去出發啦。咁佢哋咧就係咁啊去向住咧呢個嘅耶利哥平原啦，咁佢哋喺呢個嘅摩押平原進入耶利哥平原啊，咁啊就係咧就係呢個叫過呢個約旦河㗎，咁下低呢度咧就係呢個叫阿拉巴海啊，其實即係鹽海啊，另一個名啦。咁呢條即係呢條喺中間呢度插落去嗰呢條咧就係約旦河啦，係啦，咁就係以色列咧就從呢個
地方咧，就進入到咧，去後落去就去即係去到吉甲嘅地方啊。即係經文裏邊就係佢哋喺吉甲度停留咗啦。過咗河之後，咁好啦，咁啊睇幾時發生咧？咁咧，咁喺經文裏邊咧，你都可能睇到咧，就係幾時咧？就係我呢度都寫漏咗啊。其實係誒喺第三章、第四、第三章係啦，喺呢個嘅第四章，唔就第四章嘅第19節咧，都已經講咗10月初，即係正月初十啊，正月初十啊，嚇，即係一月初十啦。咁呢個日子裏邊咧，佢哋就係即係就進入佢哋就去咗個即係進入嘅大河，咁去到吉救嘅地方啦嚇。咁喺呢啲日子嘅時候咧，就如果你睇翻咧，就係收割嘅時候嚟嘅啊。咁其實以色列人嘅正月咧，1月咧，其實只係7月啊，係啦。咁係收割嘅時候嚟嘅啊，即係佢哋誒。咁可能大家記得佢哋當中呢啲係佢哋嘅即係好重要嘅日子，7月好多係過新年啊，佢哋嘅新年啊7月噶啦，咁啊係正月初一啦，咁而佢哋有呢個贖罪日啦，啊亦都有住棚節啦嚇咁等等，咁當中咧。呢個咧，佢哋即係呢個所謂嘅正月咧，一月咧，佢哋其實7月咧就係佢哋即係佢哋去收割嘅時候啊，嗱收佢哋咁呢個時候咧，其實河水咧就係漲喎。咁佢哋咧揀呢個時候過咧，其實都係幾困難嘅。係嗰啲人諗下河水漲嘅時候咧，即係嗰啲河水好洶湧噶嘛，呢度話咧就係漲過兩岸嘅嚇。即係唔係淺，唔係即係唔係一個即係去乾旱嘅時候啦，係去即係河水即係暴漲嘅時候啦。咁所以咧，佢哋咧過呢個嘅約旦河咧，其實係有風險嘅嚇。咁咧就當中唔容易啦嚇。咁多人點過咧嚇？咁咁所以咧，其實咧睇當中咧，你會睇到咧，佢哋係有神嘅幫助啦嚇。當中上帝係點樣帶領佢哋去過到約旦河啦？咁經文裏邊咧，其實咧你要見到咧，佢哋過約旦河咧，誒、就係由即係祭司抬住啦，咁就係先由祭司咧，佢哋咧去落河嘅啊。佢哋聖經咧就話佢哋一落河水咧，嗰啲河水就開始咩啊？開始停啊！啊，咁就以至到咧後來咧河水咧就係佢哋咧行咗，即係啲河水就立起成壘啊！即係好似咧兩埲牆咁樣咧，咁咧佢哋讓佢哋河水分開啊！咁佢哋能夠咧去即係過約旦河行出，聖經就話行乾地啦。咁你都好奇妙嘅喎。即係如果就算即係你大家可能個啲河啦，係咪？咁即係可能你唔係個河，即係點解你可能你啲河邊你去過嗰啲，即係沙灘你啲沙灘，就算嗰啲地方咧就係冇唔係有河水喺度咧，但係即係河邊嗰啲泥土咧，應該係都係濕滴滴噶嘛，係咪？咁何況嗰地佢哋喺踏入去嗰啲河水裏邊咧，嗰啲地咧應該咧就係濕滴滴嘅喎，主席係咪先？咁啊，但係聖經奇喎，好奇妙喎！呢個係神蹟，佢哋去企佢哋咧就係落去嘅時候咧，嗰個河床咧就慢慢變成咗乾地喎，好奇妙喎！啲河水咧好似全部佢哋分開咗，零零舍同嗰啲泥土係分開咗喎，佢哋就係行乾地嘅聖經去形容啦。咁咁呢度咧，亦都咧，佢有一個比較咧，同呢個咧出埃及記第14章裏邊咧，呢個嘅以色列人昔日咧，佢第一代嘅以色列人咧，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啦，係咪？
咁啊，佢哋咧就係曾經咧，亦都係咧面對住紅海要過紅海嘅時候咧，即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啦，埃及兵追佢哋啦。咁當時咧，其實佢哋咧亦都係後來咧，係摩西分掌，神吩咐摩西分掌咧，咁以至到咧個紅海就分開啦。咁呢班嘅第一代嘅以色列人咧，就佢哋咧就行過紅海啦嚇。咁呢個第二代嘅以色列人咧，佢哋過呢個約旦河嘅時候咧，咁佢哋其實咧都係有一個好似一個聖經裏邊都講到啦，佢哋好似係喺紅海個經歷一樣啊嚇，咁佢哋就係經歷到佢哋第一代嘅嗰個以色列人，佢哋嘅佢哋先祖啊，佢哋所經歷嘅神嘅奇妙作為啊。咁啊，同樣咧都喺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咧，第二代嘅以色列人進入呢個耶利哥嘅時候咧，即係約旦河咧，過約旦河咧，都經歷到呢個好奇妙嘅神嘅奇妙作為。咁係啦，咁經文裏邊咧，嗱我哋睇到咧約書亞呢個約書亞啦，咁我哋咧就當我哋睇到呢幾段嘅聖經裏邊嘅時候咧，我哋或者我哋集中咧睇三方面啦吓。咁第一方面咧就我哋睇下咧，即係大家大嘅時候，今日呢個經文好長啊。咁因為我哋如果我哋咧逐節睇搞唔掂啊。咁就係咧所以我哋咧就去睇我哋重點咧睇咧三方面嘅。第一個咧就係約書亞啦。咁約書亞咧呢個經文咧話俾你聽咧，3章7節咧就話神應許咗約書亞咧係從今天起啊，從今天起咧喺以色列眾人眼中咧要成為尊大啊。咁我哋知道咧，其實約書亞去承接住摩西嘅職分啦，帶領以色列人去即係進入迦南應許地啦。咁其實咧，我哋都記得開頭咧，其實佢都係誒，即係懼怕嘅，係咪？即係，如果唔係聖經嗰度第一章佢就唔使成日講佢唔好害怕啦，係咪？咁但係咧就係神應許咧，亦都去咧與佢同在啊，就同與摩西同在一樣啊，嚇。咁呢句咧亦都係咧再一次咧喺第3章裏邊再一次強調翻咧，我點樣同摩西同在，亦都照樣與你同在嘅嚇。咁呢個咧成為咧即係約書亞咧去帶領以色列人咧，係神俾佢好大嘅應許啦。咁亦都係咧透過呢個嘅神蹟咧，讓約書亞同埋以色列人咧，佢哋知道咧神同佢哋同在啊。咁係啦，咁呢個咧就佢哋嘅經歷咧，都係等同咧佢哋嘅先祖啦嚇。咁喺出埃及嘅時候，嗰個紅海嘅經歷啦嚇。咁即係喺約書亞帶領之下咧，佢就帶領之下，以色列人咧就睇住咧嗰啲河水點樣咧立起成壘啊！咁佢哋行走乾地啦，到進到神應許嘅地方啦。咁呢個咧係可以話命定咗咧約書亞咧去喺以色列人當中咧作為領袖嗰個地位啊，就好似昔日摩西一樣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咧好重要即係呢一件事上邊咧，令到約書亞被尊為大啦。咁唔單單係即係約書亞自己，同樣咧係以色列人啦。等佢哋知道約書亞咧就喺中間咧係建立咗個威望㗎。呢個咧就係使到咧去咧後來啲以色列人咧信服呢個約書亞帶領咧去成就上帝嘅計劃啊！所以對約書亞嚟講咧，呢個嘅經歷咧係好重要，對以色列人同樣都好重要經歷嚟噶。好，咁咧跟住咧，我哋咧睇另一個咧就係另一個嘅重點咧就係咧呢個約櫃啦。咁我哋
睇到約櫃咧就係、祭司呢個河呢個河水河水分開咧就係、需要祭司咧抬住約櫃落呢個河裏邊啊。咁呢個約櫃係咩嚟嘅咧嚇？咁其實約櫃咧喺我哋睇翻出埃及記啦，或者喺民數記裏邊喺度咧，其實呢個約櫃咧就係一個即係一個盒嚟啊！你可以咁講，一個盒裏邊咧，嗱，即係佢裏邊係載住約呢個嘅十誡啦嚇法版啦，咁又亦都有亞倫嘅像啦嚇，誒。咁呢個咧就係有當中咧，其實咧就呢個嘅約櫃咧雖然係一個櫃啦咁但其實咧上邊嗰個咧，即係嗰個蓋咧個櫃嗰個蓋咧，其實係個施恩座寶座嚟㗎。咁你可以話咧，其實呢個咧呢個櫃呢個約櫃呢個櫃頂咧，其實就係代表住神嘅即係同在，即係佢坐喺寶座上邊啊！即係神咧，佢一個施恩座啦。咁啊，神就同如果喺會幕嘅時候咧，就係上帝咧與摩西相會嘅地方啦。當中咧，佢同摩西去吩咐佢哋即係要做嘅嘢啦，就喺呢個會幕裏邊咧，喺呢個約櫃嘅面前啦。咁呢度呢個咧約櫃咧，所以呢個櫃咧其實咧就唔係咩衣櫃鞋櫃，呢個櫃一個象徵式咧就係好重要嘅位啊，就係神嘅同在啊！神嘅同，所以約櫃唔可以隨便即係亂用嘅話，即係呢度，所以咧呢個經文咧裏邊咧就講俾我哋聽，呢個約櫃係耶和華你們神嘅約櫃啊！呢個咧都係好重要啊！咁喺呢一次嘅過呢個約旦河裏邊咧，你會見到特別嘅，其實咧喺聖經裏邊咧，其實民數記記載咧，抬約櫃係咩人咧？抬約櫃應該係利未人哥轄嘅子孫噶喎。咁但係今次咧，我哋睇呢段聖經係邊個抬約櫃噶？係啊，祭司喎，祭司就係利未支派啦，但係當中係亞倫嘅子孫先係嘅就係祭司啊嘛，係咪啊？咁其他嘅利未人係做其他嘢嘅喎，咁佢哋就係喺聖殿供職噶嘛，其中哥轄子孫就係抬約櫃嘅。咁但係今次咧，你發現得意，個約旦河咧係呢個祭司抬嘅喎，點解咧？點解要咁做咧？大家係啦，你可以咁講咧，呢次嘅事件咧就係即係過約旦河事件咧，因為咧約櫃既然係代表神同在啦，其實呢個過約旦河就係代表神同佢哋一齊過，大家明唔明啊？即係所以呢個事件係一個升呢嘅事件嚟㗎。喂，所以你唔係揾哥轄嘅子孫啊？係揾咩？係揾啲祭司嘅台先得噶，即係最知識啲聖潔嘅神最更加神聖嘅祭司去負責呢樣嘢噶。你反映到呢次過約旦河好重要啊，一個好特別嘅事係因為神代表住神同以色列人去過約旦河係神去開路，你咁講係啊。咁你見所以咧，其實咧，你會見到咧呢個經文裏邊一路強調咧呢個約櫃係全地之主嘅約櫃啊，所以呢個約旦佢哋過約旦河呢個行動咧係我哋唔即係單單淨係民眾咧，啲民眾跟住個約櫃走噶嘛。但係其實係神親自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地嘅喎咁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噶，呢個就係一個好特別嘅記號嚟啊！即係神應許帶領摩西以色列人咧出埃及咧進入迦南應許地咧，神應許同佢哋同在咧係。
真實嘅喎，佢哋過約旦河，到就算摩西唔喺度啦，第一代嘅以色列人都唔喺度啦。咁啊，但係約書亞同埋第二代嘅以色列人咧，佢哋都同樣係經歷到神嘅，即係神嘅應許係好真實嘅，永遠係直到永遠，即係佢神應許咗就成就，佢要同呢個咧以色列人咧一齊進入啲嘅係神帶領去開路啊！啊！咁跟住咧，最後一點咧就係咧呢個嘅取石同埋納石嘅呢件事啦嚇。咁就喺呢個嘅大家咧會睇到咧，都喺經文嘅第四章後半邊咧，即係其實咧都係即係呢個取石同埋納石都係一個重要嘅重點啦。咁個石頭呢個字就出現咗好多次添嘛。咁你會見到咧，佢哋咧就係係揀選咧12個人啦，每支派一人啦，咁啊取12塊石頭啦，咁啊取十二塊就因為有12支派啦，每個支派就派一個代表啦。咁係當中咧，你會見到咧，佢哋所作嘅就等同咧。祭司所作嘅都係一個咧好相關嘅行動嚟㗎因為咧，如果你睇一本書有講到咧，就係話咧，其實佢哋去即係將嗰啲石頭抬喺肩上咧，就好似行動，就好似係佢原來文字係同嗰個祭司嗰個抬嗰個呢個約櫃嗰個字嘅動詞係一樣嘅，就係嚇。咁所以咧，佢哋佢哋無論係抬約櫃或者係取石呢樣嘢咧，喺個行動上一致嘅、關聯嘅、呼應嘅嚇。咁呢個咧就係咁我哋可能記得咧，就係12支派當中咧，其實咧有2個半支派咧，佢哋本身已經得到河東嘅地啦。咁但係咧，佢哋照着曾經應承過摩西啦，同埋就係後來約書亞應承約書亞啦，佢哋咧就會跟埋其他嘅支派一齊咧得地啊，進入應許地啊，去你會見到咧呢個咧其實咧係一個合一嘅行動嚟嘅嚇。唔可以12支派啊，雖然有2個半支派已經得到地啦，但係咧佢哋今日要去過大河得神應許之地咧，係要齊上齊落嘅嚇。12支派齊上齊落係合一嘅。當中咧佢哋嘅戰士係一齊去參與嘅但係2個半支派嘅祭司都一齊參與嘅。係呢個佢哋攞12塊石頭咧，都係標誌住咧佢哋嘅合一啊！咁如果大家有印象記得啦，咁就以前佢哋都係派12個探子㗎啦，係咪？窺探啦，窺探嘅迦南地啦，摩西嘅時代啦，咁可惜咧就得約書亞同埋咧迦勒咧2個探子咧就報喜信啦，其餘10個咧都係唔能夠同心啦嚇。咁呢個之次咧。佢哋咧過約旦河咧，都係揀12支派咧。其實咧都係12支派去攞石頭咧，都係有個意義，就係佢哋都要合而為一啊，大家同心啊。咁咁喺你睇本書裏邊咧，第4章9節咧就講嗰個嘅即係點解會講約書亞又喺條河路去攞石頭樹立14塊石頭咧？咁呢本書裏邊咧，你睇教會嗰本書咧，佢有解釋嘅嚇。咁呢個可能係個翻譯上邊咧。可以再好啲咧，其實個意思咧，其實即係只不過重複，即係之前佢哋攞12塊石頭嘅嗰個嘅記載啫。不過咧呢度咧就係以即係約書亞去個角度去睇啦。咁就係當中咧其實都係強調翻約書亞嘅強調咧，佢哋即係誒。所做嘅都係約書亞所指示嘅，係約書亞，即係喺當中咧，係佢哋。
其實攞嘅石頭都係其實約書亞嗰所謂攞嘅石頭咧，其實都係嗰十二支派佢哋攞嘅石頭啊，放喺佢哋即係佢哋後來去住宿嘅地方啊，咁作為世世代代嘅紀念啦。咁呢個咧亦都係讓以色列人咧將來佢哋大下一代嘅人咧，當佢哋咧去問點解有啲石頭嘅時候咧，就係讓佢哋紀念神嘅作為咯。成為佢哋集體嘅回憶啊！咁呢個咧就係啦，咁呢個都係佢哋個由紅海開始去到曠野，又過埋約旦河咧，其實就係正式嘅結束佢哋曠野嘅生活啦嚇。咁佢哋準備咧去得到迦南應許地啦嚇。咁過咗約旦河咧，就係要繼續去得到神為俾佢哋應許嘅地方啦。咁其實咧就係呢個都係約書亞咧，要佢哋攞石頭咧，正正咧係要佢哋紀念神嘅作為啦，成為世世代代嘅相傳啊。咁好，咁咧就係啦，你見到呢幅圖就係佢哋咧點樣去即係又攞石頭啊，去咗祭司咧就喺嗰個河床嗰度啦。好啦，咁咧就最後咧就係到大家咧都去咁討論啦嚇，咁同埋分享啦。咁呢度咧就我列咗三條問題啦。見書裏邊有好多問題嘅，不過我覺得咧就太多，亦都討論唔到啦。咁不如就我都有少少調教嘅嚇。咁就係啦，咁就係以色列人過約旦河嘅神蹟咧，係同昔日咧以色列人過紅海嘅神蹟咧，有啲乜嘢相似同埋唔同嘅地方咧嚇？誒、即係我哋嘅信仰咧，有一啲大家可能有唔同嘅人咧，我哋有唔同嘅經歷嘅，但係亦都有啲我哋相似嘅去嘅體驗嘅嚇。我哋唔係一個即係點啊影印機啊，即係個個人嘅信仰咧，唔會係千篇一律嘅嚇。有相似嘅地方，亦都唔相似嘅地方。咁我想大家咧，即係去睇一睇啦。咁呢個即係大家討論嘅時候咧，睇翻即係有咩唔同又同嘅地方啦。咁同嘅地方咧，就係即係好似嗰個，譬如咁講啦，就係嗰個過紅海嘅時候，嗰啲水都係咧分咗成兩道牆咁樣啦嚇。咁大家睇下出埃及14章啦。咁就而約旦河都係咁樣嘅嚇，即係啲人過洪水河河過河嘅時候咧，啲水都係立時成為一個立石嘅豎起成壘啊！咁就當咁但係唔同嘅地方又梗係有唔同啦，係咪先？因為譬如咁講啦，咁你過紅海嘅時候追兵噶嘛，埃及追兵噶嘛，但係你過大河冇追兵追你嘅係咪先？咁就或者嗰啲百姓佢哋係埋怨摩西噶，點解帶佢嚟呢個地方死啊？即係嘛？呢啲埃及追兵追嚟咁樣，但係個大河你見到呢班以色列人好有信心㗎，佢話過啲嘅大河好齊心㗎喎嚇咁咁即係你會得，我哋去發掘下，即係可以發掘下，即係去當中有咩唔同嘅地方啦。咁喺約旦河嗰次咧，就即係其實咧就好明顯，神咧就係一個即係同佢同在嘅。即係我唔係話摩西佢哋帶領哋同以色列人咧過紅海就神同在，但係約櫃就代表神嘅同在嘛。咁佢就神親自幫佢開路咯，好明顯呢個，即係好顯好特別嘅呢個係咪啊？即係有唔同嘅地方又即係你發現到有啲唔同，其實信仰都好得意嘅，有啲嘢係即係我哋大家共同嘅體驗嚟嘅經歷到神啊，神嘅平安喜樂啊，但係我哋嗰個過程可能大家都唔同嘅，有地方係。好啦，咁我哋咧第二條問題，代入以色列人嘅處境啦。若果你親身經歷過約旦河神蹟咧，你會咩感受咧？咁我哋想象下啦。哇！如果你真係個會眾嘅時候，你會點咧即係你會覺得哇，真係匪夷所思嘅話，踩落乾地裏邊嘅話，
啊，應該濕滴滴嘅，就算啲水分開係咪？咁啊，你對對你有咩深刻嘅印象咧？對你有咩長歲深遠嘅意義咧？對大學即係係啊，即係呢個，如果你係嗰個以色列嘅會眾，你感受到即係你對咩好深層次嘅嘢有咧嚇？咁咁仲有條咧，即係你曾如何深刻經歷上帝帶領咧嚇？我諗少都係承接上一條嘅問題啦。如何讓你感受他同在啦，即係神嘅同在啦。這些經歷如何改變你嘅生命，以至影響你屬靈生命嘅成長同埋追求啦。我諗大家都可以講下，即係大家生命裏邊點經歷到神啦嚇。感受到神嘅同在啦，點樣去改變你生命啦？點樣俾你屬靈生命嘅提醒啦？咁相信咧，都係咧，我哋咧透過咧。今日嘅經文裏邊咧，正正咧就係、一個嘅係啦，讓我哋咧都去真實嘅經歷神嘅同在喺患難當中咧，去確信神嘅大能啦。好，咁就今日咧嘅查經咧就到咁上下啦。係，咁咧就。睇下大家如果真係有啲問題咧，可以就去揾我啦，我會同大家傾下啦。雖然今日大家就冇參加，係啦係啦，咁就唔緊要嘅。大家如果真係咧想對經文上多啲了解咧，可以聯絡我嘅，或者其他嘅同工嘅教牧同工嘅，係啦。咁我哋一齊有祈禱啊！最後多謝你咧，對你嘅應許係永不改變。主啊，你應許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地，你透過摩西，透過約書亞，讓你嘅子民得着你嘅應許。主啊，我哋都喺今日，我哋睇到神你與人同在，我哋每個人經歷都好唔同，但我哋都同樣經歷到神嘅恩典同埋幫助。主啊，求求你保守我哋咧。嚟緊有機會去帶弟兄姊妹去睇呢段聖經嘅時候，讓我哋都能夠有美好嘅得着，然後主你幫助我哋每一個更深嘅經歷你，愛慕你，我哋多謝你垂聽我哋禱告，奉救主耶穌基督名字祈求，阿門。好啦，咁啊今日咧就係啦，分享呢度咁多啦吓，咁啊願主照顧大家。